淫賤不能移啊！好。咦？你喉嚨頂有條油炸鬼嘅？係咩？啊？做咩？冇，我想試下隻藥係真定假嘅啫嘛。好似有啲料到咁啊！喂，我哋控制下自己好啊！得啊！我想嘴啖你。喂，咩嘴？嘴你老豆，打爆你！日本人喺呢年內專門用一種家屬謝禮散嚟毒害我哋中國嘅重要人物。大俠霍元甲都係死喺呢種毒散之下。呢種毒有幾個特徵：第一，就情緒異常興奮；第二，全身無煙；第三，手舞足蹈，手腳不受控制，跟住就發冷抽筋而死。乜家伙？除咗天下第一淫藥奇淫合歡散之外，我愛一碌角實在可以稱霸淫賤界。呢劑嘢莫講話唔掂得，聞下都唔掂啊！咁犀利？試下你就知啦。哎喲，犀利成點啊？顧名思義，呢劑嘢毒發嘅時候，中毒者就會對住啲條狀或者碌狀嘅物體嚟發，不停咁追住嚟索吻。無論你點樣反抗，甚至乎係落佢或者毒打佢，佢都一樣勇往直前，唔會放棄。我都想知道神龍素女功可唔可以抵擋天下第一奇毒冇色冇味嘅奇淫合歡散呢？龍兒，我走遍天下先至揾到呢隻可以破你神功嘅奇淫合歡散，放喺酒裏邊。而家你係咪全身發熱啊？天光之前一定揾到男子交合，如果唔係就會全身噴血而死。天下第一奇毒幾時輪到你哋一日含包散？應該係我哋唐家嘅含笑半步釘至啱。廢話，我哋一日含包散係用7種唔同嘅毒蟲，再加埋鶴頂紅提煉7749日而成，無色無味，殺人於無影無蹤。我哋含笑半步釘係用蜂蜜、川貝、桔梗加上天山雪蓮配製而成，無需冷藏，亦不含防腐劑。除咗毒性猛烈之外，味道仲好好添。食咗一日含包散嘅人，一日之內會武功全失，經脈逆流，胡思亂想，以致走火入魔，最後會含包散晒而死嘅。